过了枪马上这个秦了马特别说了这个多啊，想说啊，不然我想呢，这么点这个简单人，30什么点的两个人在6年中，到处我就是新地方的，你这么点这个枪然后用啊，我不录住这是为台湾有，我不录住记住因什么采用个怎么做了，人家我不录住个长眼过来下药嘛的，因为这么点这个送下的送的。老中些，第2年间，我们如果送下来送的老中些，你2年期的，请了我到第1多啊，晓得吗？这这人的像这家人些个强化让嘛就是些呢，老马的全都效果马的，你老不晓得的，生了眼不起来，晓得吗？你如果怕像说我让是可说的，人员怕老就是在呢，但强化让么说，你送样么个送出的，你这啥下是没了啊？晓得吗？看到你老晓得的，但可说特别是老是学不的，看到上那前那个南京这些家的这个的少些年，晓得吗？第一条是米子里啊。看那地平的，我也常往下边，下盘给要么的，我们500就下边给找的，500里啊，干啥的，米是不干啥不来是，这个体育没的，小时可能买来的，干啥？就是但这啥，搞到刚把手的休息，刚把手的小时可能买了钱，刚把手的考虑的，米是不晓得，小时看不懂就全部是给些多啊。我那里看起来是强往价值在学习，我那下不晓得，这样子强往我那下呢，我那里下不都下边呢？第前路他妈都是都太松了，晓得吧？这么点的人一个，你去了，他边南边去，他边让了，下边的送印度，那不晓得的，强是什么挨不起啊？晓得吧？后来怕老年，强是我想不说。家人们些个商业的缺失的，这些人是送个都是，强是老久不起啊！大概这些嘞，都是。